如果人生係一場旅程，咁我哋就好似在海洋中奔流嘅魚一樣，喺一卷又一卷嘅驚濤駭浪中前行，冇一絲喘息空間。我自細就係一溝雲，冇明確嘅目標，不知道終點點樣，未來會點樣，有邊個會知道？茫茫人生好似荒野，命運有時終須有，命運冇時莫強求。自小到大，我一直靠自己前行住賽，冇人能真正依賴喳喳。我只靠住努力嘅信念，一直埋頭讀書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依賽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？唔知不覺，原來已經完成中學階段。人生並不會係一帆風順嘅掛著公開事實嚟，唔能夠順利升讀大學，以致副學士都冇法就讀。然而我冇就此放棄，冇氣餒，垂頭喪氣。由文憑升到副學士，再升讀大學，直到大學畢業，一步一步過去塑造而家嘅我。一直以嚟都係自己一人獨自咬緊牙根，喺無數個崩潰時刻，只可以堅毅咁面對。畢業後接連遇上始料不及嘅時刻墮隨，疫情、失業、受傷害，只可以把內心嘅想法隱藏。感謝嗰個由始至終都冇放棄嘅自己，堅持善良。感謝嗰個由始至終都冇放棄嘅自己，堅持善良。冇過去嘅不堪，就冇嗰個無堅不摧嘅自己。過去嘅辛苦委屈都已成過去，路走來跌跌撞撞，經歷多少，成為而家嘅我才。縱使近年經濟未如理想，事業或許受到影響，前路茫茫，但只要不必怕，世界若難，不必怕，關關難過，關關過，一定會有曙光之彩。請你繼續相信善良，請你繼續相信善良，做一個好人 B 才。